免自己嘅持倉係遭受到洗盤。價格稍為穿越咗你嘅止損之後，將你 shake out 咗，就繼續原有嘅趨勢。但係進入呢個 topic 之前，你係必須要明白，我哋係冇辦法100%避免一啲假突破或者震倉將我哋 shake out 出去。我今堂所探討嘅只係可以減少我哋被 shake out 嘅機率，而唔能夠100%避免。呢一點你需要好清楚。你亦都應該將洗盤行為視作交易嘅常態，被震出局係交易嘅一部分。始終我哋做交易，管理下行風險係優先嘅。偶然遭遇到幾單被 shake out 嘅交易，即使係非常成功嘅交易人，亦都經常遇到。所以呢一堂你嘅學習目標唔係要學識點樣完全避免 shake out，而係要學識得點樣減少一啲無謂嘅 shake out。咁你上呢一堂之前，我希望你必須要完成咗喺買入系統裏邊我所談及嘅陰陽燭形態以及 price action 嗰啲嘅課堂。因為如果你係唔了解價格行為，即係 price action 嘅話，你係冇辦法透徹理解我今堂所講嘅嘢。如果你係遺忘咗之前你學過嘅陰陽燭以及價格行為嘅內容，請你而家出翻去重溫翻呢個交易優勢3 Part A 至到 Part F， 先重溫翻呢度所有嘅內容。好啦，咁我假設你已經上完嗰啲嘅堂，我哋而家即刻攞啲實際交易嘅事例嚟到講下。呢一隻股票係我哋 MYT 最近嘅選股，我哋嘅進場位置喺呢一日，即係話11月18號嘅呢一日。嗱，咁喺2024年嘅11月17號，我嗰個交易計劃係咁樣嘅。當股價拉回翻落去呢一個嘅 breakout level， 呢一個係由前浪頂反轉成為嘅 support， 亦都係一個嘅 breakout level。因為股價 breakout 完呢度之後呢，佢就一路 trade 喺呢一個 breakout level 嘅上方，所以呢一度理論上係會有一個好大嘅支持。而我哋喺呢一個嘅位置進場，其實就係呢一個嘅突破點進場位置嘅 second chance。突破點係大概係52蚊。假如我哋喺呢個位置進咗場，其實股價翻嚟呢一度嘅時候，我哋依然都係持有緊呢隻股票。咁所以呢一個嘅 pullback 嘅位置呢，其實係一個突破進場點嘅 second chance 嚟嘅。你可以見到呢，就係呢一啲嘅移動平均線，灰色嘅係10 MA 啦，綠色嘅係20 MA 啦，其實係追緊上去。當時候嘅交易計劃就係如果佢低量拉回翻去到呢個綠色嘅 breakout level 嘅時候，最好就有10 MA 或者20 MA 或者20 EMA 嘅同時支持啦。咁我就會喺呢一度去進場。跟住第二日股價就跌到落去呢一個嘅 breakout level 同埋呢一啲嘅移動平均線嘅同時支持嘅時候呢，我哋就喺大概50個零度啦，喺呢啲位置又進咗場啦。咁啊隨後呢嗰個嘅價格行為嘅反應都好好，因為佢係喺我哋買入咗之後就即刻係繼續上升，顯示出呢一個嘅位置係一個好龐大嘅支持。呢一度有好多嘅交易人同我哋一齊做嘢，合力去捍衛呢個鬆，然之後再將股價推升翻上去。好啦，咁隨後當股價升到去大概60蚊左右，我哋已經有差唔多20% 嘅回報嘅時候呢，咁我哋係必須要將原定嘅49個203呢一個嘅止損呢，就推升到上去呢個53個6嗰度啦，作為我哋嘅 backstop。因為當有咁好嘅利潤嘅時候，我哋冇理由係眼白白睇住佢跌翻落去49蚊嗰度，等呢一啲嘅利潤全數蒸發噶嘛。咁為咗等佢繼續享有上升空間呢，我哋亦都唔能夠將個止損定得太緊，所以我哋嗰陣時候就將個止損放咗喺呢一度，大概53個6嘅位置。咁呢個位置係點定出嚟嘅呢？就係我哋攞埋20天線以及呢一個嘅 breakout level 作為我哋嘅靠山。嗱，呢一度係我哋進場嘅 breakout level 啦，翻嚟呢度進場。隨後股價咧又再升破咗前面呢個嘅浪頂，咁並且呢一個嘅位置咧，我哋睇遠少少啊，其實咧亦都係一個歷史高位，前歷史頂部。咁所以咧呢一個嘅位置咧係一個嘅幾大嘅支撐嚟嘅，呢個亦都係一個嘅 breakout level 啦。咁所以我哋將個止損咧就放咗喺呢一個嘅 breakout level 以及呢一條上升中嘅20天線嘅下方，俾咗佢一個合理嘅活動空間。如果股價行為係啱嘅話，佢應該會繼續上去，咁就唔應該係跌穿呢一個53個6嘅。咁所以呢個 backstop 係定得非常之 make sense， 係咪？好啦，咁跟住落嚟我哋睇下股價嘅發展係點樣樣。跟住咧股價咧就竟然開始咧就係回調啦，回調落到嚟20 MA 嘅位置咧，其實都非常之正常，因為而家佢係處於呢個 breakout level 嘅支撐嗰度，所以我哋嘅止損喺呢一度咧依然都係合理。因為如果佢咧係繼續好快咁樣繼續跌穿嘅話咧，其實就係唔正常嘅股價行為啦。所以去到嚟呢一日12月10號嘅時候，我哋嗰個 backstop 依然都係喺呢一度。就算佢跌穿咗，由於我哋嘅進場價格喺呢一度啦，我哋仲有一啲嘅利潤最後可以袋嘅。我哋繼續睇下佢嘅股價發展啦。咁隨後佢咧就出現咗個反彈，反彈翻去呢個 breakout level 嘅上方，以及咧呢啲嘅20天線嘅上方。不過好快咧，佢又再次回落啦，回測翻前面呢一浪嘅底部。咁去到嚟呢一度嘅時候咧，我哋都唔能夠咁快判斷佢做錯嘢嘅。個原因係佢有可能喺呢一個嘅支撐位置嗰度咧係會有反應，跟住佢掉頭上升都得噶嘛。好啦，再過多咗一日，咁你會見到呢度出現咗啲嘅十字星啦。嗱，去到嚟呢一度嘅時候，我哋都唔能夠判斷股價做錯咗嘢嘅。咁佢拉回嘅成交量的確咧唔係算係好大，對比前面嘅上升成交量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而家條50天線係追緊上去。19號嘅收市價係55個2毫半，而我哋嘅止損定喺53個6。而事實上19號嘅收市價距離我哋嘅止損係2.62% 嘅波動空間。不過距離下方嘅50天線支持只係得3.87%。咁我哋喺呢度就要諗啦，佢有冇可能會 overshoot 我哋嘅止損 ？overshoot 多大概1% 左右，即係話咁多度啦。然之後 retest 呢條50天線，跟住之後先反彈呢，係
係有咁嘅可能性嘅喎。所以如果我哋個止損繼續維持喺呢一度嘅時候，有機會呢，佢跌多1.幾個 percent 到達咗50天線嘅支持嘅時候就會反彈。咁所以咧，維持我哋嗰個 backstop 喺呢一度嘅時候 shake out 出現嘅機率就會高咗。唔代表我哋要即時去移動我哋嗰個 backstop，但係喺 manage 我哋 position 嘅層面上面，我哋係要有呢一種嘅察覺。我哋可能要提前有一個心理準備，就係有機會要俾多少少活動空間佢。咁代唔代表放寬我哋嘅虧損呢？我哋都要睇實際情況嘅。喺呢一個嘅情況，50天線追緊上，假如佢喺呢一度活動多1-2日，其實50天線就可能係到呢一度噶啦。個位置 exactly 就係我哋嘅 backstop 嘅位置，所以就算我哋去調整我哋嘅 backstop 嘅話，有機會都唔會去到1.21%，甚至係比1.21%更加少，而俾多1% 嘅空間，算唔算放任止損呢？好明顯就不至於咁嚴重啦。咁我自己個人嘅操作係，平時我嘅 maximum drawdown per trade 多數都係0.35%，或者有時會更加低，係0.3%，已經預鬆咗一啲嘅 maximum drawdown，係俾一啲嘅特殊情況嘅。嗰啲嘅特殊情況就係一啲合理地放寬止損或者 backstop 嘅情況，去避免自己遭遇到無謂嘅 shake out，盡量 stay in the game。再者喺呢個情況，我哋其實只係調整緊止賺點，而唔係止損點。我哋喺呢度思考嘅問題只係我願唔願意賺少1.幾%去換嚟減少被 shake out 嘅風險。如果答案係 yes， 情況係合理嘅話，放寬少少呢個 backstop， 即係話止賺點啦，其實係冇問題。咁呢個思維一樣 apply 喺有啲情況之下，我係會稍為放寬我嘅止損點，但係我必須要提醒你，你所做嘅判斷一定要係具合理性。如果你暫時經驗不足，唔知道自己嘅判斷係咪合理嘅話，一律嚴格遵守你嘅止損，寧願蠢蠢地俾人哋震出局，都唔好不合理地擴大你嘅風險。咁但係如果你係已經有一定經驗嘅交易人，你就可以參考我嘅做法。我哋翻嚟呢一個嘅例子，咁暫時見到呢一個嘅情景嘅時候，我都唔會即時調低我嘅止賺點。點解呢？嗱，雖然咧前一日嘅價格距離呢個 maximum stop 係得翻2.幾個 percent， 但係2.幾個 percent 對於正確嘅股價行為仍然係一個合理嘅活動範圍。因為暫時呢刻我係唔會知道佢嗰個嘅價格行為咧係用一個點樣嘅形式嚟到去觸碰呢一條線嘅。假如佢之後係升翻上去，然之後就即日咁樣跌穿嘅話咧，出現一支咁樣嘅大陰燭，呢種咁樣嘅行為就錯晒咯。又或者佢第二日係 gap up 喺呢一度，跟住一支嘅穿頭破腳大陰燭大成交量咁樣跌穿呢個嘅位置咧，如果劇本係咁樣發展嘅話，一樣都要喺呢個位置嗰度離場。但係如果佢下一日係跌少少，去到非常之接近呢個 maximum stop 嘅話，咁喺呢種情況之下，我要思考嘅係佢係咪想回測呢一個嘅50天線。如果係咁樣嘅話，我就有可能要下調少少呢一個 maximum stop， 係去到呢個50天線之下，從而避免我哋喺一個支撐嘅水平嗰度離場。好啦，咁之後嗰一日係發生咩事情呢？就係喺開盤嘅時候，價格係非常之接近呢個 maximum stop， 甚至乎係已經穿越咗呢個 maximum stop。嗱，呢一度就係之後嗰一日喺盤前嘅時段價格 trade 嘅範圍。咁佢喺盤前嘅時候最多係下跌4.幾個 percent 嘅，即係話最低跌到落去52個半或者53蚊呢個水平。咁我哋嘅止賺點係呢個53個6嘅位置，價格喺開盤之前已經 trade 喺53蚊。我哋應唔應該盤前止損呢？個答案係我哋要視乎情況。如果係因為一啲突如其來嘅壞消息，或者你見到盤前嗰個嘅成交額係比平時活躍幾倍或者以上，盤前已經 trade 緊一個非常之大嘅成交量，而且盤前嘅跌幅係一啲不合理嘅幅度，你好少見嗰隻股票係有一個咁大幅度嘅走勢。咁嘅話呢啲就係一啲警號嚟嘅，因為如果佢盤前已經有一個大幅度大成交量嘅下跌，咁開盤之後繼續大跌嘅可能性就會好大。喺呢啲情況之下，盤前觸發咗止損嘅話，我就會喺盤前離場。就算唔喺盤前離場，可能有時候我會睇下佢喺開盤之前會唔會抽得翻上去，但係都會喺開盤嘅時候離場，因為咁樣嘅情況呢，就唔似係 shake out 噶啦，呢啲係似係真跌多啲。不過如果價格喺盤前已經非常之接近你嘅止賺點或者止損點，但係嗰個裂口幅度並唔係好大，例如1-2個 percent 或者2-3個 percent， 又或者如果嗰個裂口幅度只係嗰隻股票嘅日常波幅嘅話，咁呢個時候我會睇埋佢嘅成交量，以及睇下有冇啲乜嘢嘅利淡消息。如果嗰個成交量唔係好大，都係佢平時嘅盤前成交量，或者只係極少嘅成交量，咁我就會喺開盤之前將我嘅止損單短暫移除，避免我一開盤嘅時候係俾盤前嗰啲極少嘅成交引起佢短暫下跌，打穿我嘅止損，將我洗出去，然之後股價就即刻向原有方向發展。因為如果盤前嗰個成交量係極低嘅話，有可能只係散戶所造成，又或者係一啲嘅大戶專登用極少量嘅貨去蓄意造成一啲開盤之後嘅洗盤行為。因為可能佢會見到某一個位置有好多嘅止損單，佢哋嘅目的可能係專登要震走放咗止損單喺嗰個位置嘅交易人或者散戶，攞走佢哋嘅貨。當然啦，你要記住，如果我係短暫移除咗嗰個 backstop 或者係 stop 嘅話，有機會如果股價真係真跌，我有可能係虧損多咗嘅，我係
知道呢個風險，所以我頭先都講，我平時設定倉位規模嘅時候，其實已經預鬆咗，去俾我喺呢一啲嘅情況之下，合理地稍為擴大一下我嗰個活動空間，容許多少少嘅風險。因為如果嗰個真係個 shake out，我俾多少少嘅風險去換取我繼續可以 stay in the game 嘅話呢，咁喺好多時 shake out 之後所發生嘅反向動能，其實我就已經賺翻晒有得，嗰度所賺嘅錢係遠比我放寬咗嗰部分風險多得多。重點嚟啦，你必須要識得判斷價格穿越咗你止損之後嗰個行為係咪一個正常嘅股價行為，定係唔正常嘅股價行為，咁你先至知道係 shake out 嘅機會率大啲，定係真跌嘅機會率大啲。咁我哋睇埋之後嗰日嘅發展，頭先講過盤前就已經 trade 喺我嘅止損下方，但係嗰個幅度唔過分嘅，只係低於我嘅止損大概2%。好啦，咁不過呢，去到開盤之前，你會見到呢，其實嗰個價格係升翻上去一啲嘅，甚至乎去到基本上就係我止損嘅位置。咁所以你係可以短暫地將呢一個嘅 maximum stop 呢，係短暫地移除咗佢先，睇下佢開盤之後嘅反應。如果呢一個真係一個 shake out 嘅話，佢應該好快會彈翻上去，通常都唔會多過半個鐘，而極多情況之下都係 within 15分鐘或者20分鐘，佢就會即刻有一個好強嘅反向動能。咁以呢一日為例呢，你見到佢開盤之後呢，短暫穿越咗呢一條嘅止損線之後，就即刻彈翻晒上去。前一日嗰個收盤價格喺呢一度，只係5分鐘唔夠，佢就已經由跌轉升。嗱，如果你見到5分鐘之內，甚至乎喺15或者20分鐘之內係出現咗呢一種咁樣嘅動能，你就知道應該幾大機會係一個洗盤。而去翻日線圖層面，其實佢正正就係回測呢個50天線之後就咬腰升翻晒上去。嗱，咁雖然我唔知道之後嘅價格呢係可以成功突破繼續上升啊，定係繼續跌翻落嚟。不過至少如果你短暫移除咗呢一個 maximum stop 之後，你起碼繼續可以 stay in the game，冇俾呢少少嘅成交量觸發而去震走你。咁呢個時候你就可以將你嗰個 stop 咧就放喺呢個50天線下方，因為呢一個嘅時候，如果股價再跌多7% 嘅話，其實就已經唔正常。同埋呢條50天線繼續上升，所以接下落嚟嗰幾日呢，你個 stop 就會係低於50天線一段嘅範圍。如果嗰個價格係跌穿50天線，再跌穿埋呢一日 shake out 嘅低位，打穿你呢一個嘅 stop 大概52.8嘅話呢，咁你離場非常合理。而我哋只係放寬咗大概8毫子左右，我哋本身53.6噶嘛，而家係52.8，我哋俾多6毫子嘅，算唔算嚴重罪過呢？當然唔係啦。好啦，咁以上我所講嘅嘢呢，其實就係完全基於你對股價行為嘅判斷力，所以點解你係冇必要攆嘅課堂？當你識得判斷呢一度係一個洗盤，你同樣地識得判一個係一個入場點。嗱，我哋又翻嚟呢一日啦，就係11月喺我哋選股情報發出咗之後嘅嗰一日，佢就捉呢一個嘅進場點。好啦，我哋貼翻落5分鐘圖呢一度呢，11月18號開盤之後嘅價格行為。見到咧11月18號咧，佢係一個裂口低開，但係咧你睇下嗰個幅度咧，其實唔誇張嘅，只係咧裂口低開咗咧係0.87%，跟住咧就下跌，但係下跌嘅幅度咧都只係一個4點幾%嘅幅度。頭先講過，如果係一個洗盤嘅話，佢會好快係會復。呢一度雖然出現咗3支嘅陰燭下跌，但係呢個只係一個15分鐘嘅，然之後去到第20分鐘嘅時候咧，喺呢一度就出現咗一支嘅陽燭，隨後鐘頭就冇再跌穿呢一個嘅底部，係每一支燭幾乎都係陽。咁開盤後個零鐘之後咧，就已經係收復咗絕大多數嘅失地。選股情報咧，其實係有一個使用須知嘅，我哋放大一下去睇下嘅第3點，就係咧開盤頭15分鐘係不宜交易，但係除外，除非係能夠判斷到當前市況係許可啦。咁呢一個部分比較 advanced 嘅，需要係一啲經驗比較豐富嘅交易人先至可以落到。交易嘅 rules 咧，其實就一定係隨便有正。嗱，我呢度括弧咗止損除外，即係話開盤15分鐘係不宜做一個開倉嘅動作或者加倉嘅動作，無論係做買入定係沽空，都不宜咧喺頭15分鐘進場。咁以呢一度為例啦，你就會見到咧就係頭嗰15分鐘咧係一個急跌嚟，而我哋係未知道到底佢係咪一個真跌噶嘛，我哋係要睇埋佢之後嗰個股價行為先知道。咁而你一路觀察，你見到佢咁樣去收復翻失地，上翻嚟呢一個嘅綠色嘅區域。我哋翻嚟呢一個嘅日線圖，你就會見到呢，佢開盤之後呢，就急插落去呢個50天線，然之後即刻抽翻晒上去，大概51蚊啊、50個幾啊呢一啲嘅位置，都係喺呢20 MA 嘅上方。換言之，其實呢個行為只係想 retest 條50天線。咁我哋喺開盤之後15分鐘，我哋見到佢嘅股價行為升翻上嚟呢啲嘅位置，但係佢同時亦都仍然處於一個買入區間嗰度。咁我哋呢，就可以大概喺50個幾啦，或者就算你遲咗啲啊，你去到51，大概呢啲嘅水平買入呢，都依然係冇問題。咁你都好順利咁捕捉到呢個升浪。
睇多一筆交易例子，嗱呢隻股票呢，我哋係喺呢一日進場嘅，呢一隻 SoFi 之前都講過㗎啦。咁我哋呢就喺11月4號呢一日去進場。嗱我哋先做啲假設先，你試圖代入一下一啲喺前一兩日進場嘅交易人，假如呢啲短線嘅交易人喺呢啲位置突破進場，然之後11月1號佢見到呢一支燭之後，佢哋會將個止損放喺邊度？嗱，對於短線嘅交易人呢，嗱佢哋咧就好可能咧就會將個止損咧就放喺呢一個嘅10天移動平均線嘅下方，因為呢度同時亦都有呢一日11月1號呢一支陰燭嘅底部支撐。嗱，我哋落去5分鐘圖睇下，假如喺呢啲位置進咗場嘅人，佢哋可能會將個 stop 放喺呢度，因為呢一度咧係一個前浪頂所 flip 成為嘅支撐啦，同時亦都有呢一度呢一個係一個 shakeout，咁呢一支燭咧都係有一定嘅支撐，所以一啲短線嘅交易人呢，佢哋將個 stop 咧就放喺呢一個嘅 breakout level 或者支持區間嘅下方，大概呢個位置係好正常。而你有冇見到呢一日正正就係打穿放止損喺呢度嘅交易人？呢一支嘅陰陽燭，佢係專登跌到落嚟呢一度，打穿咗大多數短線交易人嘅止損之後，就咬腰翻上去。好啦，我哋放大一啲呢度去睇下，見唔見到呢一度係幾多點鐘？係開盤嘅頭5分鐘，跌穿10個8呢一個嘅位置呢，就係呢一個浪頂所反轉成為嘅支撐嚟嘅，亦都係呢一支嘅陰燭嘅底部嘅位置係跌穿咗。跟住之後嗰5分鐘，即係話去到22點35分，佢再落多少少就咬腰升翻上去。跟住落嚟嘅時間呢，你要見到呢，就係一個好強烈嘅 price action，每一支巴都上升，咁啊好快呢就已經收復咗失地。咁如果按照我哋嘅頭15分鐘 rules 唔交易嘅話呢，其實我哋就可以係睇得好清楚啊，嗰個嘅股價行為呢度發生咗 shakeout 之後，跟住呢去到第20分鐘呢已經上翻嚟呢一個嘅進場位置啦。咁我哋喺呢一度進場又得，喺呢啲位置進場都係安全嘅。如果你想觀察耐啲，去到佢收復咗大部分失地，其實都係大概俾多咗1毫子嘅空間，喺呢啲位置進場一樣都係冇問題。因為你見到呢一種嘅行為呢，其實係好大機會係一個洗盤嚟。我哋又去翻日線圖啦。好啦，咁睇翻呢個10個8呢，其實就係呢一支燭嘅頂部啦，即係我頭先標示咗嗰個前浪頂阻力所反轉成嘅支撐位置，而價格係喺佢 overshoot 咗呢個10 MA 之後就升翻上去，所以你無論喺10個9啦、10個8進場都冇問題。咁 shakeout 係成立嘅話，價格應該好快上升。所以你見唔見到呢一日我哋點樣去借助 shakeout 嚟到進場？咁你就逆推翻成件事。如果你係呢一度進咗場嘅交易人，假如啦你又係將個止損咧放咗喺呢一個嘅位置啦，嗱去翻5分鐘圖。假如你喺前一日進咗場，或者呢啲嘅位置進場，我唔知道你喺邊度進場啦。假設都係呢啲嘅位置，而你將個 stop 放咗喺呢度嘅話，咁當你見到開盤嘅位置係10個8，非常之接近你嘅止損嘅時候呢。嗱，開盤就係10個8毫7，假如你嘅止損咧就係定10個6 8又好啦，10個7又好啦，大概1點幾%，只係爭1點幾%咧，你就要預咗咧，有可能好快佢會跌穿你嘅止損嘅。咁如果喺呢一種嘅情況咧，你冇見到一啲嘅大幅度嘅下跌，開盤前有大成交量啊、大幅度嘅下跌啊、利淡嘅消息啊等等呢一啲嘢咧，只係純粹一個正常嘅低開，咁你就要將你嘅止損咧係短暫移除。否則你被 shakeout 之後，就會俾另外一班嘅交易人，即係話我哋啦，喺你 shakeout 嘅位置去接你嘅貨。因此，如果你能夠可以 read 到 price action 嘅話，你就自然識得去